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北部降5度加较凉，明仔载会小可回转来，但是只有一天，后日温度会阁降落去，北部有可能会落到剩13度。到时阵，若是低温甲水汽有配合，玉山阁有机会来落雪。连假结束，唔来提出精神上班，外套嘛要变出来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，北台湾的温度比进前一天降差不多5度，明显感受到较凉冷。这款天气干那一天尔，明仔载会阁回温，要不过到拜三又阁会降温。目前估计这波冷空气会阁较冷。周三开始到周五的清晨都受到这波东北季风的影响。那最低温的状况的话，大概是出现在周四到周五的清晨左右。那北部跟东北部低温大概在14到15度左右，沿海空旷地区的低温大概会稍微低一点，大概12、13度左右。估计这波冷空气有水汽，若是水汽有够加上低温，阁有可能为玉山带来3月雪。即摆已经进入3月啊，天气变化真正有较大，提醒乡亲一定要特别注意衫裤的清擦，唔通去感到。